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1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新竹克隆野队有查某学生撩起饮死，台东有3个人风台去爬山，吹钓时已经死亡。咱渔船去澎湖掠鱼，中国渔船煞来甲弄钓个人港，造成咱一个菲律宾的渔港钓伤，排骨断去。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新北市一个高中的查某学生，后来去新竹参加营队，昨原本是安排去新竹的尖石寮溪，所在人煞中途沉迷，送医医院是救无回来。新竹县府调查发现，这主办业者相关的活动拢无送件被查，警方是依照过失致死，甲2个教练隆重上班。穿救生衫体验寮溪是透心凉个刺激。不过，在新竹尖石的引并溪，所标出有人溺水的意外。救护车接到通报了后出动，赶去溪边救人。一个查某学生已经被救起来岸边，消防员随家急救，把人送病院。不过，将其尾要是救无回来。同仁抵达现场的时候，患者已由营队的教练拉上岸，呈现欧卡。一个不幸过往的是一个15岁姓黄的查某学生，伊读新北某一间高中1年啊。他休热的时阵参加业者办的5天4暝夏令营。7月31日下晡4点外参加跳跳河的活动，若像脚卡伫石头旁的全去渡水，去互教练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现场有关业者、教练等人员责任部分，本分局课证调查厘清。并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涉案的业者甲警方搁登去现场，新竹县府嘛派人去业者的公司稽查。虽然是合法立案，不过其中一个教练证照已经过期。这个寮溪相关的活动并无送官方被查，即嘛发生事故，警方嘛以过失致死的罪嫌侦办。业者办理这个相关溯溪活动，并未依教育部体育署溯溪活动应注意事项来申请送件到本府来备查。当然就是同理安慰，很遗憾呐、后续会帮我们就陪伴呐、听到说他可能有法务的这一块，我赶快跟新北政府也联系了。学校发声明表示，这个营队的活动并不是学校办理的，家长透过广告替囡仔单独报名，全学校敢若伊一个人参加。因为新北教育局嘛表示遗憾，已经协同法制局提供家长相关法律咨询的协助。还有后续保险理赔事项，有虹吸洞嘛，这个水洞筛缝，然后还有 SIF 就是筛网跟 undercut， 这个是底切岩石。那这3个是很常见的致命的危险。那前导教练先去判断说能不能下。就算专案代志发生的原因要来调查，不过有其他的向导提醒，进行这类的活动，在落水进前水位的监测都要先做好。溪水的水坑嘛有可能有危险，若一个无注意，就有可能去互夹入去。相关的活动拢要有教练先确认水质的情形，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顶礼拜凯美风台日来，有3个人刷过去台东爬山，结果人煞失踪。到昨救援人员才找到这3个人遗体，调空勤直升机甲载回来。玉山管理处表示，这3个人是7月20对台东的向阳出发，按算26会对南投的东埔落山。22风台来时，本地因为讲会晓伫咧沙寮避风台，结果失踪。到昨才互人找到，调空勤直升机甲遗体载落来。继续来看高雄渔船圣英才36号，昨早起伫咧澎湖附近掠鱼，讲去互一只中国渔船弄到，对方阁随人港去，阁造成咱一个菲律宾的渔港排骨断去。海巡接到报案，随起甲局，阁动用水炮，才甲这只中国渔船砸落来。船体真侪所在受损，甚至落落去，可见浪的力道。拄啊经历浪船事故，新英在36号的船长一转来高雄新达港，由员赶紧整理渔获，谁拢无想过，本来出海3天掠小港，竟然会伫最后一天发生事故，互船长心惊惊。差别连命都无啊，袂惊嘛会惊咧。迄个渔工啦，甲弄安怎弄是伫厝啊，我无，这阵就拢报销伊啊咧。高雄籍渔船新英在36号，前一天31透早，伫澎湖7米附近海域作业的时阵，甲中国渔船闽会鱼弄着，造成船体真侪所在歹去。船顶的菲律宾籍渔工，阁因为安尼弄断扁仔骨，想袂到中船弄了后，煞马上逃走。发现胜船及闽船，及实施广播鸣笛，要求停船受检。
大陆船拒绝停船，并加速往陆方蛇行逃逸。永康舰即实施水炮来强势拦截。海巡接到通报，赶往事发海域掠拒绝停船受检的缅惠鱼，期间阁拄到中国海警船介入，将缅惠鱼炸落来。海巡嘛以无线电甲中方讲事故的状况。成员在嘛伫海巡介护之下，找半暝返来台湾，估计修理船的费用要大约130万。为什么我们保期没有保护我们的台湾人民，要放他走？明明都抓到了，伫咱海域已经掠到啊，干你用水甲抓，用水甲抓，伊哪要惊你啊？船东怨叹海巡互中方将缅惠鱼带走，嘛去中船坐私逃走，希望政府有作为保护渔民。海巡表示会准备相关证据，后续交予陆委会甲渔业署协助渔船要求赔偿。记者陈焕武、民调馆高雄报道。奥运大车饼台湾采访报道。咱台湾木胜过选手吴思琪已经确定提牌啊！也因兜伫咧台北内湖所开的这间面店啊，嘛随甲海报打出来。吴思琪阿姊讲，伊相信伊的小妹绝对有金牌实力，嘛真感谢大家对伊的支持。这间伫内湖区的面店，铁门半关咧，店内阁有搭着木胜具好手吴思琪去年伫亚运得到铜牌的海报，小可会当看到伊的爸爸妈妈伫厨房在模型，准备中昼要来营业。吴思琪晋级4强的消息一出来，店外吸引媒体来等台，加条一家伙仔最后由这节大会出面受访，一直讲规家伙仔欢喜到困袂去。我们家都超嗨的、啊，我们家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开心到睡不着觉。东京奥运因为受伤止步，巴黎奥运光土登来，吴思琪克服难关，这届已经徛稳伫铜牌进前，但比赛还未结束，伊阁要继续往金牌之路前进。即个讲，这段期间真紧张，尽量无爱来搅了伊的心情，只有传信息来关心。即马要来招全台民众替伊加油，互妹妹通往巅峰。相信他一定可以拿金牌的，没问题。家条亲人嘛是爱来表达对吴家查某囝感觉骄傲的心情。这次受访了后，提出红色海报搭伫门口，恭喜伊来到4强，照常营业的街头面店顶卖招牌的一味，支持查某囝克服一道一道难关，摕下奖牌，甲你无屈信路上伤痕累累的阴影，搁坚持到底，祝福光光。记者林文培组台北报道。转来看国内消息，伫咧宜兰南洋路中，学校是最近发现讲，礼堂窗仔玻璃拢向弹甲一空一空，怀疑是有人开枪，报警察来处理。认定是有人用空气枪所来弹的，到底是有人来恐吓，也是好算乌白弹？详细搁来调查。学校礼堂玻璃全部吹去，中面阁有真侪枪子空。宜兰国立南洋路中最近，互民众发现礼堂疑似互不明人士开枪，随通报校方，请警方处理。OK。目前是歇热期间，不过校方内也是有将近400位学生上暑期辅导课，传出枪击事件，校方是引起惊吓。不过也有学生认为这是有人跳岗变鬼变怪。这是调皮捣蛋啦，我们还好。学校这边，这一阵子也没有收到跟邻里之间有什么样的投诉或者怎么样子，而且是暑假期间，基本上学校的活动也比较少，也不可能有些噪音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怎么样，这一点我们是对于形成的原因，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这样。学校表示，甲厝边关系袂歹，无结怨。礼堂最近因为时间较无人来，好开枪的时间点佫无法度确定，未来加强巡视，确保校方安全。警方初步调查，伫现场捡到14粒枪支，包含塑胶枪支甲钢珠枪支，而且发现将近18个枪支痕，疑似是空气枪。目前警方积极调阅监视，对查访附近住家，将迅速锁定犯嫌，查缉到案。根据了解，枪支的轨道疑似是对车路向礼堂的窗仔门开枪。警方指出，随后会积极调监视器查访附近的徛家，掠到犯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台北信义区幼稚园园长后生的性侵案，有议员指出讲，通报受害囡仔都超过20个，正煞内部委员会所干啊认定其中的8案有性侵害行为，认定这是政府是失职。市长邱万安是表示，一切都要等待司法调查结果，才过来处理。手头也扛棒，批评市府处理无妥当。民进党的议员简书培，这支台北市幼稚园的性侵案，
瓜问题市府时代有一案无做行政调查就结案，因那伫蒋万安上任了后，教育局计共接到24案，煞伫召开4届认定委员会了后，敢若认定8案性侵害行为是事实，其他的理由是搁欠补强证据。甘肃培认为委员会的成员背景比例无平均。这个委员会总共有19个人哦，但是我们要看到教保团体有4个人，但家长团体只有1个人，所以这样子的认定委员会里面发生，是不是都帮教保团体发生？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认定委员会是透过严格公正的程序来调查，成员包括性平、法律等等专业的外部委员。市府会等待司法调查结果出来了后，做出相对应的处理。若准司法调查认定有其他受害者，也会即时提供协助。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检调在过程当中可以提供我们相关资料，可以让我们更及时的掌握，而且可以对可能的受害者进行各项的咨询辅导的协助。这届教保员性侵真侪位囡仔的案件，媒体若准有相关报道，爱遵守儿少权法的规范，袂当挜出会当辨识的儿少身份资讯，也袂当报道园所的名称，引发外界讨论甲质疑。卫福部目前当地建议草案，定出3大例外原则。若准行为人已经成年，而且伫儿少等机构任职，媒体会当公布任职单位。第二是被害者是成年人，经过本人的同意，会当公布加害人的身份。第三是经过主管机关审议通过的事件内容，媒体就会当报道。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丰泰省长目前火车纵贯线新营到嘉义，搁北回线河仁到崇德，拢总是无通的。上紧嘛，等到明仔载拜五，也是拜六，才有可能通车。不过，代替产业工会嘛，质疑讲，干那要手紧拍通，无要加强防护工程，恐惊未来状况会愈严重。把握连续几天的好天气，工务单出动大型工具机甲人员，持续来清理土角。代替北回线河仁到崇德中间，伫4月初3强烈地震了后，山坪的土石松软，仍拄着大雨到大规模崩塌。为4月到凯美丰泰过境期间，已经中断超过5届。目前北回线也是以8月初3前抢通单线做目标。这几天目前都是按照计划在进行当中，今天应该会做最后的确认。凯美丰泰过了后，代替纵贯线嘉义到新营，因为南靖到后壁这中央的部分路基流失，目前路线是中断，由公路接驳，一定初二前抢通。北回线从德到河仁，也用公车来接驳到抢通为止。毋过，代替产业工会是即期北回线为4月开始，因为土石流中断几落届，搁发生石头落来结着自强湖，抢修的导办人员差一点去外台各种状况，这也代表四周围防护需要搁进行评估甲强化。代替应该重视抢通人员的安全，也甲通车了后，路线是不是会当稳定？甚至是说，我们在为了抢通的过程当中，甚至有同仁因为这个山崩的关系，差点被活埋这件事情，在工作上的治安风险提高，也是因为在这个抢通的观念底下，非常有可能造成我们同仁的这个危害。产业工会认为，中段的路线甘愿无限期停开，听候安全无问题才个通车。另外，伫极端天气的影响下，代替应该全部检视，万一若是阁有路线因为天灾中断，爱伫买票系统清楚公布，以免阁产生一寡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马交通规定甲严重超速的标准降价要严格处理，若是食酒赛车，可以甲你当场扣牌。台中市警方嘛发现讲，今年顶半年掠到假车牌数量是比去年加真多。宣布未来1个月要加强处理。伪造车牌看敢若真的，但是实际上载质、重量、立体克分拢无共款。台中市警方发现，今年顶半年处理伪造变造汽车牌照，比去年同期暴增500%。宣布要为8月1号开始展开为期1个月的竞牌专案，强烈处理。今年上半年到现在使用伪造牌照的相关的这个件数有42件，那相较去年112年上半年取缔7件增加了有35件，那显示有增加一个趋势。
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去年顶半年取缔伪造变造车牌，敢若有7件，今年同期是已经有42件。分析原因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去年修法，严重超速标准降为40公里，吊扣牌照6个月减速增加，也有酒驾严格执行，当场吊扣牌照2年。民众为着继续使用车辆，透过管道买假车牌。台中区监理所是强调，伪造变造车牌查到会使出3600至10800块的罚款，当场禁止开车，车辆直接保管，也有扣缴牌照。制造、贩售、使用伪变造号牌的行驶道路情形，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的规定，将会处罚10800的最高的罚款及扣缴号牌。警方也强调，若受民众车牌扣用伪造使用，为着保障受害人的权益，会要求员警主动了解案情，而且协助交通违规申诉。使用变造伪造的车牌的人，也个涉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罪，会移送法办。记者台中报道。前线直接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接受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的专访，讲到核电的问题。有国内媒体就报道讲，杜英泰有讲到2030年要予核电停放。行政院今仔是强调讲，完全是无影无迹，对媒体报道是表示遗憾。这行政院是摕专访的文稿出来证明，杜英泰本人嘛强调，核能无法度解决目前的问题。不过，若有任何的可能，咱拢会当来讨论。行政院嘛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要继续开发热能，以能源转型、送电稳定做目标，继续来和社会来对话。因为惊讲超级运算人工智慧技术会互中国拼过，即马有风声讲，美国打算对8月开始禁止台湾、甲新加坡等国家甲晶片生产设备出口去中国。这详细限制目前是还未定案。有风声讲，美国搁再出手，按算这个月会对外宣布限制中国先进晶片制造中心，差不多6间中国的工厂，未来无法度甲台湾、甲新加坡等部分的国家进口生产晶片的设备，恐惊会造成台湾外销受到影响。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并没有做成一个豁免，甚至是加强管制，是因为他们就知道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半导体设备本身是不具关键性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当然要宣示，就是说我要对他们进行管制。根据了解，这届美国扩大对中国晶片的禁令，是以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来扩大，禁止台湾、甲以色列等的国家外销上先进生产晶片的设备予中国的制造厂。不过，包括日本、荷兰、韩国做晶片设备的业者，都无包括在内。观察最近，美国一直有动作阻挡中国的晶片。6月12先限制中国摕到 AI 晶片的技术，7月17通知东京为了科创等的供应链，若提供中国先进晶片的技术，会面临贸易的限制。后来传出回答替中国开发符合美国出口管制 AI 晶片，即马佫传出禁止部分的国家外销制造半导体设备去中国。日本、荷兰是高阶半导体设备主要的生产国家。如果日本、荷兰不在禁令的范围，实际上认为这个禁令效果非常有限。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是倒一寡中国的晶片厂会受到影响，因为新的计划内底的规则也佫伫咧草案的形式，也未定案。针对这点，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发言人，伊是拒绝对外来发表言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有专门咧做大楼外壁美化的业者去到立法院控起，因是指控讲中国业者是透过第三地来渗透入来台湾，恐惊造成产业重大损失，和主管机关应该爱重视，而且嘛无排除未来要搁发动愈大型的抗争行动。无像菜地大楼的外口，除了美观以外，会当热日杂雨，嘛承受风台甲地动的破坏。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早起立委会同业者召开记者会，指控大楼无像营造的产业，去有中资非法渗透，中资并无登记，偷走关税，也有压价销、抢标工程的行为，地处相关的产业超过10万的劳工权益受损。如果让江河让他用新加坡分公司名义在台湾非法承揽文牧墙工程，那其他大陆的厂商在东南亚分公司的有样学样。用相同的模式来台湾，那台湾还有文牧墙产业吗？北京江河集团董事长刘在旺还升阶中国大陆的政协委员。
本土业者控诉讲，北京钢化公司透过新加坡分公司的名义来台湾包幕墙的工程，呼吁政府多爱重视问题，不应该由在这个集团亲门大户入来台湾。所以显然，现在入资呢，透过2种方式，一种是外资的形式进入台湾，同时他们在产品上面呢，也透过洗产地的方式进来台湾。这个对台湾的帷幕产业呢，是一个双重的打击。李伟嘛讲，目前幕墙的产业三大乱象，包括中国的厂商下价竞争，冲击本土劳动市场。中国业者施工偷工减料，可能造成安全的问题。嘛控诉政府单位无要义检举，记载中资大量入侵。我们在审查过程中有看它的股权架构，然后它架构背后就是大陆的厂商，所以这个案子是用入资来做入资的标准来做审查，并不是外资。入资的申请案目前都还在审查中。投审司嘛表示，钢化公司来台湾的投资案目前还佫伫咧审议当中，未来嘛会纳入业者的意见，持续精进审查的计划。关务署回应讲，已经有请进口地海关加强查核进口人申报的内容，而且针对特定高风险的厂商提悬查验的比例，若查到有拍报的情形，会依相关的规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劳动基准法实施到今年拄好是满40年啊！这个劳工团体今是召开记者会，提出劳工版的修正草案，包括增加加班费、享予劳工7天的固定假日，佮增加退休金等等。希望9月会当把修正草案送入去立法院，启动修法。台湾的劳基法实施较大，今年拄好满40年。劳基法当中加班费的部分，拢毋捌改变过，拢是1.33倍甲1.66倍的加班费率。劳工团体组成尊严劳动修法联盟，要求伫这个什么拢起价年代，加班费嘛爱说咧增加才正常。一般工时的加班费率其实1.33和1.66的部分已经持续了40年没有修订，那所以它也会影响到这个第32条之一有关于补休的部分。那也会因为说的立法委员也会说，因为难以计算，所以只能用工作时数来换算哈，所以我们会希望说24条的部分立法院能够修法好，让这个1.33、1.66变成2倍和3倍，让台湾的劳工的在加班费的部分能够获得合理的薪资。来自无共力气的工会团体组成尊严劳动修法联盟，公布劳工版的劳基法修正草案，包括提悬加班费、限额7天假日、增加退休金、保障工课款、绿色爱保障甲罚款爱有效6大修法方向。建议修法内容内底嘛包括照顾绿色劳工。劳工团体指出，亲像渔工、手工、营造工，也是看护工，常常超过工时、加班、赶工，却拢无工时记录。要求趁这届修法爱立法要求雇主提供这个劳工的上下班记录。雇主有较无良心的嘛，就感觉讲这算起来，那依法去算起来会足侪钱的，所以阮常常听到就讲饮水啊啦，火烧啊啦，这寡资料拢无去啊，阮感觉这拢是一个理由啦，所以阮感觉要解决这个问题，上简单的就是逐个月互劳工薪水的同时，你阁互伊打卡单，安尼银行会使马上会使去算看有问题无。另外，台湾伫2016年实施1礼拜休2天，所以减少7天的固定假日。尊严劳动修法联盟要求政府爱恢复原本的固定假日，来增加劳工休困的时间，以免过劳，嘛会当带动台湾国内的观光产业。尊严劳动修法联盟希望9月份会当甲民间版的修法草案送入立法院，争取摆入后一个会期，启动劳基法修法的工程。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根据财政部上新的性别统计年报，2022年查甫的平均每一人所得是75万2000块，女性平均是47万，有差到1.6倍。有团体嘛，互政府应该提出办法，互企业薪水公开透明，互查甫拢平悬平大。为着生活，不管查甫拢伫咧工课场拍拼在做工课，都是为了逐个月的薪水。但查甫共工无共收的现象，缩减嘛是伫咧。根据财政部上新的性别统计年报，2022年的男性平均逐个人的所得是75万2530块，女性平均所得是47万0569块，两个差1.6倍，是创11年来的新高。其中，这篇业务的所得包括律师、建筑师、医师等等，男性人均是21.2万，女性是11.4万。
差1.87倍，是比前一年较侪。应该还是男性的薪资会比较高吧？资讯业啦，对，那很明显。看什么样的职场啦，我之前大概都是在医院，护理师的一些薪资，我觉得其实都反而在提升。大多数的查某民众都有感觉，有人认为讲爱看职业的类别，有专家认为讲查某薪水差变大，和这个高薪产业内面男女都工比例差相当有关系。不论在白领的高薪工作或蓝领的这个技术工作比较高薪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个男女比例比较失衡的情况下，也造就所谓的这个男性的一个薪资会高于这个女性。因为多数的台湾女性，她可能会被预设，她必须要负担家庭的照顾。国外其实他们透过了一些家庭工作平衡的制度，来让就是雇主不会那么容易的去预设女性她在投入劳动上面一定跟她的工作是有所冲突的。过去几年也不断的在呼吁说，台湾应该要仿效欧洲这样子的薪资透明化的制度。辅导团队是期待政府会当更加积极来推动公共照顾资源，而且研究薪资透明化相关政策和措施。减少女性在工课上升职的时阵，拄到无公平的待遇。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改善医疗环境，台北荣总今年6月是先宣布讲，5大专科的住院医师一个月加薪水6000块。今日是搁再宣布讲，启用新的医护宿舍大楼，会提供1200顶的床柜，而且一个月只要1000块。护理人员赶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为旧宿舍搬到新宿舍。因为台北荣总的新医护宿舍大楼7月正式启用，而且一个月的租金仅1000块，其他的成本由病院来吸收。希望来北部的医护人员会当就近住伫宿舍，降低经济负担。对于刚毕业的人来说，其实在台北要生活出来，要养活自己的开销之外，房租其实也非常的昂贵。希望藉由这样子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改善跟舒缓那个护理师还有医疗同仁下班之后的一些工作辛劳。院方表示，这栋新起的宿舍大楼是由企业集团善心捐起的。地下1层、地上18层，用饭店式管理，内部有1200床，予单身医护人员住。另外有44户惯舍，也加9户学人宿舍。1楼还佫特别设值班床，予值班的同仁使用。而且新宿舍就伫咧园区的后壁，万一若是发生重大意外事故，也当紧急动员处理大量的伤病患。凌晨没有捷运，可是我们住在宿舍里面，半夜3点要来都可以，所以这个是一个宿舍的一个好处。你大量的医护人员在这里，你随时可以支援任何任务，包括台风来了，交通都断了，北荣可以继续的守护病人。院方表示，今年6月就已经针对内外妇科、儿科甲急诊这5大专科住院医师，每个月加薪6000块。即马8月，佮加这个新医护宿舍大楼，希望会当有一个带头作用，提升医护人员各项福利，吸引更加侪医疗人才留任，也加投入台湾的医疗产业。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推动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花莲和平到府中是目前唯一也未经过部落会议投票的路段。今年4月，花莲才拄第2季，即马风台过来，部落长总算是开会投票，大多数的族人拢是同意开发。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伫今年5月通过环评初审了后，所以都是进行部落的咨商同意权部分。7月31日暗时最后一个克尼布部落召开部落会议，行使投票权，大部分出席族人投同意票。我们这边村民90%以上都是同意的。从04、03地震之后吧，就大家就真的是非常的有感。当然是高兴了，虽然我们不一定用得到，但大家都其实一个齐心向力的心，就是大家都为了下一代着想。苏花安计划当中有宜兰东有到南澳，花莲和平到府中，甲富人到中地3个路段。依照关系法规定，爱得到沿线部落原住民咨商同意权。即马7个关系部落已经全部同意，听后8月环评大会审议通过了后，就会当同步启动。我们希望说，在115年的8月，能够开始启动土建的一个工程。好，那当然，这个整个排程，我们还是希望在121年，能够顺利的把3个路段竣工通车。
花莲在地民众对于克林布部落同意苏花案行见拢真敬重，不过也是希望唔拿公路，其他交通建设政府拢要重视。铁路的边坡的防护啦，所有的安全措施可以一并的把它做好。看起来海运这几天的这个接驳的状况是非常好的。这是国家本来就应该来推动啊，结果把责任丢给部落，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的事情。苏花界工程处讲，完成最后一个部落入乡同意了后，苏花案3个路段确定拢会当动工。天后环境部8月7日款评大会通过了后，今年底会陆续办理委托设计等程序，并121年完工。记者综合报道。那去市场内底四界拢有人咧卖雪鱼，不过有的事实上拢是用别种鱼啊，譬如讲鱿鱼来骗人。这汤市正正就接到人检举，消保官嘛有去到市场稽查，要求市场的鱼摊都要写清楚。菜市仔内底卖鱼仔的摊，架顶有各种的鱼仔。第二日有民众甲市府တင်情，讲菜市仔内底的鱼贩啊，用鱿鱼假做是雪鱼来卖，拍一个价销是3地200块。法务局消保官甲桃园区公所的人员做伙去市场稽查。看起来很像，有可能会买。乍看之下一样，实际上不一样。鱿鱼是黑白一点一点，鳕鱼旁边都是同一个颜色。鱿鱼100块以内就有2片，鳕鱼至少那种大小至少也要200以上。消保官稽查发现讲，有部分菜市仔的鱼贩啊，并无表示因是卖什么款的鱼啊，还有介绍，嘛提醒业者卖鱼啊应该照实来标示，嘛方便消费者来买。只有血型目的鱼种才能标示为鳕鱼，而原血以及扁血应该标示通俗名称与鱼种名称，并列标示。消保官表示，市面上咧卖切一片一片的雪鱼、地里海螺、甲扁鱼，外形看就是真小常，主要是差伫雪鱼的价小较悬，肉的色水看着较白，蓝嘛较细片。提醒消费者，若要买雪鱼，价小若是比市价加真俗，落来当场嘛好清楚这到底是啥物鱼啊。若是讲无写介绍，嘛建议会当先问偌济钱，避免事后搁发生争议。记者综合报道。正前凯美风台咧来，拄好就是菱角鸟的生态期，高雄的美浓湖就是菱角鸟的生态地，因为未堪得大风雨，是隆重引起。当地志工嘛有记录到菱角鸟伫咧做风台时，保护鸟受安卵固颈的过程。天顶落大雨，菱角鸟的阿爸收回来看鸟仔收的卵，看到伊正着急，想要把收固定好势，想袂到鸟收甲卵拢豆豆啊沉落去，落尾袂堪得风雨规个沉底，志工看了是真毋甘。就是讲一直沉落，啊爸爸就想要去补迄个草材，啊毋过伊的身躯徛起嚟了后，煞佫沉落，因为佫较重嘛，啊伊就遮毋知要安怎才好，啊到尾伊嘛是跳起，佫伫遐。捞蛋啊！透过摄影机才通看到做风台时阵，菱角鸟阿爸保护鸟仔卵的辛苦。当时美浓湖的水拢溢出来，致使菱角鸟的栖地嘛淹水。毋过嘛是有某的菱角鸟伫风台期间连续生4粒卵，到搭又完无放弃。工作站统计，风台进前总共有12个菱角鸟的收，有2个收拢淹去，另外阁有2-3只鸟仔囝，到搭是无看到影。一寡菱角鸟的幼囝。因拄搭出事，啊，拄着风台，就真正无去啊！因为风台了后，阮有去找，啊找无。即个美浓嘛是风台重灾区，志工表示讲，过去美浓湖有60公顷有止洪的效果，毋过因为开发，致使规个湖剩20公顷。当地毋茫呼吁菱角鸟嘛会当重视南马地止洪的效果。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讲到即马学校休落的时间长，有袂少家长拢会甲囡仔送去营队，望讲会当加减学一寡物件，莫规工拢枯点处理。这台北市的双联教会，伫咧每一年休落期间，拢会举办台语囡仔营，到今嘛已经办超过10档啊！真侪囡仔休落期间拢会来到遮，欢喜来讲台语、写台文。囡仔真活泼，对音乐在唱台语囡仔歌。休乐期间，真侪家长会互囡仔参加夏令营，亲像这个伫双联教会举办的台语囡仔营，就通唱台语歌、读台语文、写台文字。咱甲今年级的囡仔，我就甲伊唱囡仔歌，
高年级的囡仔，咱就开始就是亲像咱全国语文竞赛迄种朗读。对老师念甲台语的集声念好清楚，双连教会已经举办超过10档的台语囡仔营。调集即摆营队的陈金泉老师讲，有发现这几年学台语的人愈来愈多，希望透过营队，互囡仔踮厝也讲台语。忙，这囡仔转的时吼，我拢甲这家长讲，因转来时，恁都爱含伊讲台语，恁就是阿公阿嬷就是恁伫厝里的台语老师，这真要紧。恁若无传入去时，因转的时，阿公阿嬷嘛是一种含伊用华语讲。陈金泉老师认为，除了学台语，现阶段推广台语同款重要的，是爱培养使用台语的语言意识。在咧日常生活当中，甲台语讲好自然，讲好水，这个语言就通继续传落去。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讲到台湾咧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老人失智会变做真大问题。即马都有科学家发现讲，这个失智症通常是会当预防的，也是会当互病情较慢恶化。嘛有专家是发现有14种的风险因素，嘛建议讲会当量早治疗听和目睭的问题，透过降血球加减少食加工的食品，减食这牛肉这类的红肉的问题是物件，对当拢有帮助。你敢是真介意食火腿、烟肠甲虾族？若准食了想要减少得到失智症的风险，上好会当控制卖食伤济这的加工肉品。根据 CNN 引述一项初步研究的报告显示，比起一个月敢若食3份加工肉品的人，逐工加食31克的加工红肉，得到失智症的风险就加14%。毋过，逐工若改食1份坚果甲豆类，失智症的风险是降做20%。加工肉品有真侪添加物，饱和脂肪、钠，佮有硝酸盐的量相对较悬。已经有研究显示，食伤济会提悬致癌、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甲中风的风险。哈佛大学医学院专家威勒特指出，这项研究佫需要更较深入的探究。分析加工肉品的倒一寡成分会致使失智的病情，毋过要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控制饮食绝对是真重要的。面对高龄社会，一项新数字显示，2050年全球失智的人口会达到1.53亿。失智并不是单纯的老化，是脑细胞退化、死亡，引起大脑的皮质受损，来影响到认知的功能。For about 30 years, we did not have any disease-modifying treatments. Now things have changed, and we see new treatments coming into the market, and therefore now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potential to identify patients early and identify the right patients for these treatments. 出版权威医学期刊《刺骨尖》的组织最近发现有14项可能致使失智的风险因子，其中10项甲中年族群真有关系。专家提醒讲，保持身体健康的行动永远袂伤晚。对中年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加运动，定期健康检查，控制血糖、血压甲血油，维持健康生活形态，会当延长或者是避免失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30度到33度，高岛地区29度到32度。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刚，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会。